嚟到2026年第17條呢一度咧，佢就講到有一個 circle C，center 嘅 x coordinate 咧就會等同於5，同一時間呢個 circle 咧就會係穿過50以及11.4呢一點。今次咧就想揾翻呢個 circumference 啦。如果你想要揾翻 circumference 嘅話，亦即係話我哋需要知道 radius。喺呢一度咧方便我哋運算啦，咁我就先叫翻我哋嘅 center 嘅 coordinates， 咁分別咧就係5以及呢個 k。咁所以變相對於我哋呢個5k 至到11.4嚟講，其實咧我哋就可以利用到呢個11減5嘅 square， 再加翻呢個咧就會係 k 減4嘅 square， 然之後開方就可以揾得到個 radius 啦。咁但係今次咧我就唔寫開方啦，咁我就直接等同於呢個5k 同埋50之間嘅 distance 咧。如果 square 咗佢嘅話，咁就會係 k square。咁所以我哋就先有呢一條式。咁所以我哋就去 solve 翻以下呢一條式啦。11減5嘅 square 咧，就即係等同於36。然之後咧就再加翻呢個 k square， 再減翻呢個 8k， 再加翻呢個16。咁右手邊咧就同樣地都會係 k square。咁兩邊 k square 咧就減走咗啊。最終咧我哋計翻 k 嘅數值。咁就會係等同於呢個 6.5， 咁個 6.5 點樣嚟咧？就會係36再加16，然之後 over 翻8啦。咁所以喺呢一度咧，我哋就會得知道 centre 嘅 coordinates 就會係5，以及呢一個咧就會係 6.5， 變相其實個 radius 亦即係 6.5 咯，因為我哋 6.5 再減0啊嘛。因此如果你想要揾翻呢個 circumference 嘅話，咁我哋就會係 2π。再乘翻呢個咧就會係 6.5， 最終咧就會係等同於呢個13π，因此呢一條答案咧就自然會等同於 A 啊。